影咗咁多年貓，即係越嚟越想影啲特別啲嘅情景啊，或者做啲特別嘅動作啊咁樣，所以我不斷咁去揾，見到就會開心嘅。網上有一個群組叫做路上遇到貓，裏邊全部都係街貓同埋店長貓嘅照片，每一隻主角都好趣怪，動作表情多到連養咗好耐貓嘅人都分分鐘未見過啊！背後嘅攝影師，未到你出場啊，就係佢啦。Edward 係一位 IT 人，10年前購入第一部傻瓜相機之後，中意貓嘅佢就一直穿梭城市之間尋貓中。佢發現原來好多人對街貓都有呢一個睇法，可能佢覺得啲貓都甩皮甩骨啦，污糟邋遢，即係街貓啦。我自己見到啲靚啲，佢覺得好奇怪咯。佢哋後巷啊，咁可能同呢隻可能喺街嗰度，佢都覺得好可憐。但係 Edward 就認為街貓本身係快樂㗎，佢哋嘅不幸係嚟自人啊。小鋪開始冇啦，即係全部變晒連鎖店。咁連鎖店一定有大公司有規矩有成，至於嗰啲地下鋪嗰啲咧，就一定會少咁啲貓嘅。近年呢一位愛貓人經常遊走世界拍攝貓。佢記起土耳其裏邊四圍行嘅佢哋，過馬路啊，喺巴士站有張凳咁就咁坐，啲貓坐喺度瞓晒覺，即係你睇得到啲動物對佢身邊嗰啲嘢個環境順唔順人，安唔安全，個安全感係睇呢度，即係睇嗰個社區附近嗰啲人點樣去對待佢哋咯。你點樣去做一個環境係令到身邊嘅動物可以同人和平共處，我覺得呢個係我最想表達到嘅嘢。其實即係大家都做到咯。喺畫圈，好少藝術家只係畫貓，因為佢哋好怕被定型，削弱咗商機。但係麥秋就係一個例外，佢最中意畫街貓。中大藝術系畢業之後，佢就去咗台灣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進修。喺孤單嘅時候，陪伴自己嘅就係呢一啲街貓啦。呢隻貓就叫做馬莎啦，女生宿舍嘅貓嚟嘅。好多人會幫佢改啲唔同嘅名啦，譬如阿花啊、阿炮啊咁樣。咁但係我最後都叫佢馬莎啦。後來呢個女生宿舍咧就變咗男生宿舍，嗰啲男仔可能就唔會成日餵貓啦，咁佢後來就唔見咗。呢隻貓咧就叫做一刀啦，每日就企喺嗰度等人餵佢嘅。麥秋將呢一啲朋友嘅生活畫低，一刀後嚟仲生咗 BB， 可惜聽街坊講好似俾人偷晒啊！好似睇到佢嘅，甚至乎睇到佢嘅一生嘅轉變，即係睇到佢由大肚啊、生 BB 啊，睇到佢喺邊度唞涼啊，或者喺邊度瞓覺啊咁樣，我就幫佢哋話俾人哋聽，佢哋曾經喺呢啲地方生活過咁樣咯。其實我覺得流浪動物就係喺呢個人嘅社會度係一啲邊緣嘅嘢咯。呢種邊緣其實唔單止係屬於貓嘅嘢嘅，人都有啲咁嘅情況嘅。譬如嗰時我係一個外地人啊，其實個城市究竟容唔容納到佢哋咧？其實佢哋冇脫離過城市嘅，即係都係喺度生活緊。